对越剧的爱好是他们一生的追求，越剧使他们的人生变得更丰富、更精彩，这是很多越剧爱好者的共同感悟和心声。没事的，啥地方有叫就没啥地方跑。我所有的演员每一句台词，我才能够带了跑过来的。唱得来是劲道是足得不得了。回首往事，唤起的是人们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思考。这是一段在越剧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演唱会的影像资料。1979年9月24日，处于半瘫痪中的尹桂芳，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越剧院的帮助下，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这天，一手一足瘫痪的她重新登台，与袁雪芬一起唱起了《山河恋》中的送信选段。这次演出在上海的越剧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越剧，记忆犹新。最重要一场就是搿辰光是纪念尹桂芳来了文化广场，搿个票子搿辰光是紧张啊。那么我好不容易弄到2张。你同流结束以后啦，交关越剧迷像闹饥荒一样。古装戏开放的是哈哟，所以我蹲辣下头激动啊，激动得来2只尾巴侪会飞啊。旁边我看着侬作啥啊？侬有毛病啊？不是啊，我激动啊，真的激动啊，我到台上去，旁边坐了2侪绍兴人啊。你看侬那个套，我讲侬啥地方来？我绍兴沈阳来的，我也不敢想了，伊闲话比我讲得好。我对不起啊，我是实在开心骨头轻了。所以搿个一场演出把我一直印象了脑子里，到现在也没改少。能够在这次演唱会上见到心仪已久的著名越剧演员，上海的越剧迷显得格外激动。哎呦，后来到要下马辰光哦，我赶伊来，路走不通呀，没地方走，我就阿登了，不打过去。人家总叫了，哎，侬哪能了？我顾不得，达到前头。哎呦，总算看了一眼，后来对吧？人家请尹桂芳上台了。哎呦，我开心是开心得激动得来，回转来跟阿拉妈讲起，我今朝看到尹桂芳，哎呦，我开心得来，我夜里向讲到2、3点钟都困不着觉。1979年的中国在结束10年动乱后，开始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各种被批判为疯子修的文化艺术开始复苏，老百姓如久旱的禾苗，如饥似渴地去享受文化生活。搿因为是交关观众是一种饥荒啊，介许多年数没看到纯正的越剧嘛，所以一记头搿热情也被爆发出来。我觉得搿辰光买票子哦，搿真的是要排队哦。就搿辰光，我记得我跟阿拉妈妈也比较欢喜去看戏。一般性来讲，比较好的戏哦，侬勿是提早1个号头去开后门买，是买勿着票子啊，几乎是到了搿种地步。那时还是个学生的徐平，为了听越剧，把母亲每个月给的5毛零花钱积攒下来，偷偷的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老早子就讲，侪是靠无线电里向有相好戏嘛搿当时辰光越剧对伐？就放了最多的是半夜里向1点钟到2点钟的辰光。因为搿辰光把阿拉姐姐困了到嘛，阿拉姐姐困了老早，我就压辣被褥里，有辰光就听了老伤心的辰光就哭了，压辣被褥里哭。妈妈听到了，那半夜里向啥声音哦？一看原来我来偷听越剧，真的是情不自禁的搿种介的地步。当这个改革刚刚开放的时候，越剧那是疯狂的。妈妈先疯狂，越剧每天要去看，就带着我们也去看了以后特别好听，然后小就入脑了，就向往，说妈妈哪一天我也要成为电影里的这个贾宝玉，你让我去学吧。妈妈有点心疼，很苦的，练功的。那不是说没有关系，我有决心。周小芬那时候也是个学生，因为跟着母亲去看越剧，一颗越剧的种子悄悄埋进了他年少童真的心灵。他想学越剧，他还梦想进越剧团。我们是温州的嘛，那个时候到上海坐船的，那第一个梦想就是
妈妈、爸爸，全家人都跟过来，就想说，哎呀，在上海能见到这个越剧团、越剧院的那时候，徐玉兰、王凤娟那个级别的艺术家就好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然而越剧迷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见一见心中的偶像，听一听迷人的乐音。每趟看越剧呢，就是不但看好谢幕，还要等个后台呢，要等搿眼名个演员呢，阿拉呢能够有哈啥引起个名，就觉得是老开心桩事体。搿个呢是王文娟老师，搿个王志平是王文娟老师个学生子。其实阿拉妈欢喜看戏，阿拉妈是辣其他地方勿是可以上个，但是看戏勿会得上个。搿辰光后头开始勿是有得四喇叭了嘛？搿我就花了搿眼钞票，搿辰光工资也勿高啊，老早阿拉只有36块一个号头嘛，我就买了只四喇叭。老早嘛住了10块房子，弄堂里向，哎哟，搿辰光是也蛮值弹性个，就一直来勿停个放《红楼梦》，会得跟牢伊一道哼。你们弄堂里向交关人，反正大家侪围辣一道听嘛。因为勿像现在家家户户侪是电视机啊、录音机啊、摄像机一样侪有哎。搿辰光物事老少，有只搿能介个四喇叭个录音机是吧？老稀奇个，就蹲辣弄堂里向一直放。文革结束以后，很多老艺术家年事已高，大多已不能直接登台演出了。越剧亟待培养新人。1980年，上海越剧院在文革以后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考演员。著名演员华宜清清晰地记得那时候他报考上海越剧院的情景。我考的辰光是人是都是多的，我刚刚跑得去的辰光，我一吓了，我想搿搭到底是啥地方？是辣海阿拉越剧院学馆汾阳路的，排队一直排到复兴路了。这次招生吸引了3000多人来报名，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录取了3个人，华宜清就是其中的一位。几年以后，华宜清扮演《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凭着青春靓丽以及和角色性格吻合的气质而一举成名。一个文化大革命嘛，老多辰光没看到古装戏了，所以伊拉搿种观众的热情要比阿拉上台演出的人的热情还要高涨。最后全部还是加座的，阿拉跑到浙江演出、江苏演出侪加座的，演出搿种状况哦，就是真的是空前的，就是阿拉一只戏才好演1个号头，到一个地方好演1个号头，廿几天一只戏。《红楼梦》大概演了总归是几百场了。从那时候起，华宜清有了一批忠实的戏迷，几十年来一直追随着他，关心他，鼓励他。有些热情的戏迷甚至都关心到他个人的私生活。我搿辰光谈恋爱了嘛，伊拉就觉得侬哪能介早就谈恋爱？伊拉恨死了，伊拉觉得我要放弃艺术了，伊拉就会得一直天天辣海跟牢我，就上碰我谈朋友。谈朋友勿是外头走马路嘛，伊拉就蹲辣后头跟牢我。哎哟，我这个气死他了！我搿辰光，我想伊拉我点点自由也没了，哪能？其实伊拉是心里向是好意，伊觉得我年纪太小了，那23岁就开始谈朋友，应该是30岁以后再考虑搿问题，因为拿艺术要精益求精。越剧以其诗情画意的形式和丰富的人性之美，影响着青年人的人生观和爱情观。那时，许多喜欢越剧的女青年择偶时，都要求对方也喜欢越剧。我跟我当副经理了，啥人呢？这个是阿拉老公啊，伊不爱越剧的，我不会加给啊。我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越剧，欢喜越剧。那么我那先生欢喜越剧了，哎呀，伊讲现在是迷了，伊讲当我一样了。今年1年功夫，我这个女儿变得越剧迷了，没事的，啥地方越剧就往啥地方跑。80年代中期，蔡金元在上海瑞金剧场主管业务，接触过众多的越剧迷。有好多越剧迷，伊刚刚来了这个上周演出好以后，到上海跟到上海，到松江去了，伊再跟到松江，松江演出好以后，到宁波去跟到宁波，
搿一只戏，伊10场，伊看10场，伊2场看2场，而且迭个人数不少。我讲那没事体嘛，是吧？伊讲哎哟，太好了啊！伊讲我勿看难过啊！伊讲。当辰光我就为了演搿只戏5月8日，我就记得我大概进剧场一共看了15场，应该讲是蛮疯狂的一只举动。所以我呢就是讲后头来就是甚至于就5月8日搿出戏的从头到尾部所有的演员每一句台词我侪能够背了滚过来了。上世纪80年代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电视逐渐普及到普通的上海人家。粤剧通过电视和广播的传播，再一次激起了人们的观看热情。戏迷赵慧珍、张志倩对当时的2场粤剧电视大奖赛，至今还记忆犹新。江浙沪粤剧大奖赛嘛，搿是我常常去看，并参加搿个。搿辰光外加我老巧的，葛末正好呢，我一个朋友来搿里向认得伊个呢，而且伊拉呢勿要看粤剧个，搿个票子是最好的位置哦，5排6排，侪坐辣伊拉那富泉香、切亚西、王文娟，侪坐辣一道。我记得最清爽，搿辰光切亚西就坐辣我旁边。张志倩记得电视大奖赛那天，家里来了位亲戚，要她陪着上街，但她又不忍心放弃收看电视，该怎么办呢？我只好拿了一只小的收音机摆辣台里，一道陪了伊。寿命陪君子，我陪了伊马路上兜，但是我搿只一直勿肯放，一直实际上伊嘛啥物事，等我讲啥物事，好，我根本没听言，我就来听我的粤剧。结果人家剧团啦和营业员支持我说，这个人肯定是粤剧迷，我心里想了好有好笑。粤剧大奖赛吸引了无数观众，甚至成了广大粤剧爱好者的节日。那时候，徐平已是位中学语文老师，工作之余，他不是去看粤剧，就是上业余粤剧班排练演出。下班子以后对伐？侬首先勿可能回来吃夜饭的，先蹲辣外头要吃顿夜饭，随后再跑到剧团里向去排练。排练好子，阿拉有辰光经常要排到11、12点钟，就回来中觉侪没了，侪是只好叫差头回来的。我主要的花费就是辣海粤剧高头。从粤剧迷成长为业余粤剧演员的徐平，还上演过不少粤剧剧目，家里的粤剧行头也添置了不少。搿是我演出搿个顶个就各种各样帽子，其中侬看啊，我200-300个帽子就有得2顶，一顶是专门是以楼台为主帮搿套衣裳配套的，帮搿套衣裳配套的，所以是帽子帮衣裳的颜色是一样的。自家穿衣裳随便啊，30块40块才搿能样子穿，但是呢，伊买伊个专业的服装市场价钿贵啊，晓得伐？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搿反差太大。我讲侬也适当的平常子，因为平常穿的上毕竟还是多啦。但是呢，粤剧尽管辣台浪向半个钟头、1个钟头甚至2个钟头就唱一段，但是伊为了欢喜粤剧，伊自家照样买搿种衣裳。搿几套呢就是《红楼梦》啊，全套头个服装。《红楼梦》里向呢，我是演花旦个，所以侬看搿侪是就是讲搿套就是林黛玉进府个辰光。因为就是讲，如果讲侬是用一般性随随便便来替代个说话，绝对是没办法达到搿个舞台效果的。所以搿顶帽子还是应该讲是特制的吧。那个年代，上海不仅经常举办各种专业的粤剧大奖赛，而且还每年举办粤剧戏迷的电视大奖赛。这是1985年上海市粤剧戏迷电视大赛的视频资料。这位小戏迷年仅12岁就拔得了头筹，可见后生可畏。徐平也参加过各种粤剧大奖赛，得过很多奖项。在他看来，这些奖杯是他青春的回忆，也是他一生的追求。搿搭还有招只大花杯，蛮怂个。搿是麒麟版职工粤剧比赛第2名，搿辰光是我25岁。不过顺带便讲句，搿一年我是上海市青年教师大奖赛语文教师1等奖，所以双喜临门属于。
周小芬后来考进了温州越剧团，那年她来上海演出，终于实现了童年的梦想，见到了徐玉兰。第一次进入大上海，梦寐以求的求医啊，天天哭鼻子练的就是为了见一天能见到老师。然后刚刚巧老师来看戏来了，就看就选上我了，选上我的就到我们温州越剧团去文化局去要人，说这个小酬劳就是还可以跟我学嘛，那把我兴奋的不得了。做梦都没想到的这个好事就落到我头上了，那个年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到了上海以后，徐玉兰让周小芬住在自己的家里，手把手地教她越剧艺术。是我们从崇拜、向往、梦想，最后心想事成，来了上海，到了老师的家里，睡地板。开始从艺那一天开始，就第一个戏就是贾宝玉，要把哭灵哭好，要把葬花葬好，要把天上掉下林美美演好，这就是我的最终的印象很深。在上世纪末的出国潮中，周小芬去了国外，然而她念念不忘的还是越剧和自己的恩师。我走南传北，东南亚走了一圈，回来还是想念老师那点点滴滴，所以我现在又是弟子，又希望越剧能够继续发扬。这边好像大家朋友一样来啊，一直嘛到现在啊，年纪很大了。我有2个粉丝，都是走路也走不动的，他们还要来看我。他们都讲起当年怎么的，他们很开心的。首映式原定上午9点开始，8点刚过，国泰电影院大厅就站满了热情的观众。4位老越剧艺术家步入电影院放映厅时，受到了戏迷们的热烈欢迎。有些分，万传区修复瑞香搞搿个戏剧来，伊拉侪是70多年的搿个舞台艺术嘛，就搞了连续有的5天到6天吧，搿样子这个5、6场节目吧。我是每一天去看啊，看了5天，每一场侪精彩的，因为侪是老艺术家的嘛，外加还有伊拉个弟子。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4位德高望重，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了舞台和喜爱他们的观众。这同时也告诉人们，越剧进入了又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是艺术家，已经高龄了呀。侬现在唱3个钟头戏了，吃不消的呀，对啦，不要拐下来。那么一定要上岗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的新的出来，新的《红楼梦》，新的贾宝玉，新的林黛玉，那么才能传人。这个戏要传承啊，艺术要传承的呀。侬没传承，不就结束了？必定要传承，根本呢就保留这个一个集中，来青出于蓝胜于蓝，上岗后浪推前浪。2006年7月24日，越女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在上海举行。这次大赛让江浙沪闽4地的许多青年越剧人才脱颖而出。这些破土而出的越剧新苗，延续着越剧迷们心里的美梦。我现在发觉有一个好的苗子啥，作为母亲爱好越剧迷，伊会把带女儿去看，带自家妹妹去看，带自家阿姐去看，带自家孙女去看。如今，上海的越剧迷许多已经成了外婆级人物，他们也熏陶出了许多小越迷。全家迷恋越剧的，在上海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这些上了年纪的越剧迷，人老心未老，由于对越剧的爱好，使得这些老年人的生活变得很充实，人生也更丰富。搿张照片呢是50年代的，搿辰光是同学之间就是相互送贺年片嘛。
搿个就是中学里向同学晓得我喜欢越剧，拨我了一张迭个护眼片。搿张护眼片呢，一直看了几十年以后，侬看直到2008年7月份，拿到迭个华东院，胡就祥老师帮我签字。搿个最有意思，搿个后头伊多写了一个0。如今进入多元文化的时代，越剧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黄金年代了。然而，只要有名家演出，还会出现盛况空前的场面。这是2013年9代越剧人同台演出《舞台姐妹情》开票时的电视新闻。那么搿个人票子真的是一票难求，4张票全部一个，葛么我就是有人认得嘛，看了2张，那不容易啊，所以我交关感动呀。后期搿点名家真的70、80岁了，照样唱。徐玉兰老师搿个几句不是唱得真的好极了，因为啥道理？我一听了不该当年。为啥不该当年？像我你懂得个一个戏曲的人听，一个婉转的唱腔，对吧？一个台上的精神、精气神，侪辣辣正好的点子浪向。所以大家侪老激动的。老师排练辰光，比阿拉年纪轻的人还认真。那伊拉每天就讲上铺，因为现在80几岁了，上铺台词忘记脱，伊拉每天就讲唱的是10遍难遍，一直辣海唱。所以我看到伊拉介认真的，侬讲阿拉有啥理由不认真？所以阿拉也是觉着是老感动的。连续6场，场场爆满，剧场内的气氛一次次达到高潮。这是越剧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场面，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哦哟，门口头是，只听见认不认，绍兴人。绍兴人讲，哎哟，个戏肉嘞，戏派啦，唱得来是劲道是足得不得了。那么个认不认呢？伊欢喜硬派，更是说闲话了。搿阿拉硬派硬官方，更是唱了交关闹了，交关嗲了。就是介许多人侪是戏迷啊，有搿等多个戏迷。越剧发展的确不容易，老一辈的艺术家做出了介大的贡献，培养了介好的一代又一代的演员，搿个是一种艺术享受，也是一种享受的文化。所以呢，我也希望这个越剧永远搿能下去。写过长篇小说《后宫甄嬛传》的刘燕子也是一位越剧迷，她从小就跟着奶奶和外婆看越剧。电视剧《甄嬛传》风靡全国后，他无偿向上海越剧院提供了自己作品的改编权，并亲自出任该剧的文学顾问。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那就是演出成功后让他穿一下戏服拍张照，因为他实在太迷恋越剧了。2013年10月，古装戏《甄嬛》在上海首演，依然是满台青春靓丽，戏迷们的喝彩声此起彼伏。然而，越剧迷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也不可能讲完，因为他们的故事仍在时时发生，并且还在不断的延续。